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今天我们去领阳光券，就是苏州地区生孩子，包括之后孩子生下来体检，可以减免一部分费用。现在做父母不容易啊，能省则省，赶紧出发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5年前我跟镜子来这个地方做婚检，现在来领生孩子的阳光券。我跟镜子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结婚结了多少年，因为我们结婚了几年，就意味着外公离开了我们多少年。我当时结婚的时候，外公还来喝我们的喜酒，也是一下子5年就过去了。对的，阳光券发放点，朋友们已经领好了阳光工程免费服务券。镜子看看里面能免些什么。唐氏筛查减免100，新生儿疾病减免255，听力筛查减130。后面的都是一些小的项目，都是只能省10块、15块。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朋友，你们那里有没有类似这种阳光券？虽然说也就省几百块，但是还是蛮开心的。这里旁边就是欧尚，镜子，我们中午去那里吃饭吧。好的呀。现在进超市畅通无阻，不用层层查码，真是太好了。很讽刺的一个事情，刚刚我路过里面的一个药房，走进去一看，看到货架上堆满了退烧药，还有抗原、酒精等，堆得比我人还高啊！但是没有人买，而且价格很便宜。我就想到1个多月前我和镜子阳的时候，跑遍了周围的药房都买不到退烧药，那时候抗原也抢不到，需要的时候买不到，还有很多人哄抬价格，不需要的时候它就烂大街了。现在我们家还有2盒抗原，5盒退烧药，根本用不掉。想来想去没么子吃，总浪还是吃大饼吧。大饼，2位，镜子吃吧。那凤尾虾上了，我来胖胖。一生卡个一种物事我最欢喜。镜子，特地给你点的榴莲披萨。她是说怀孕了吃榴莲大补的。最后一个菜，这是一个兔子吗？是的。朋友们现在能看出来了吧？一只小兔子，祝大家前途似锦，越来越好。